电影风上头来看，台东的关山米是真出名。关山农会去年底布产的时阵，都请艺术家用无共色水的稻仔摆出喜气的图形，希望在新正年头会当有一个好彩头。而且即摆伫咧产林的稻，天后稻仔发出来的时阵，无共时期嘛会有无共款的面貌。关山地农会美国学校的观光调产区，尤其提手机的翕相，水产区种的5种色水的稻仔，加做大型围布，2只客家相会图形已经铺出来。花的心这样子，花瓣这样，它还有一个装饰品哦。然后2只鸟对望，然后中间那个就是不管是月亮还是太阳都很美。关山镇是台东县境用积比面积上大的地区。关山农会伫去年底就规划伫美国学校观光产区，营造艺术调产，请艺术家用绿、白、红、黄、乌等5种色水的稻仔，佮配合3个爱心，种出客家园艺商会水产会，希望伫过年期间带来新春的喜气。这幅图案呢，他想要表现的是2只喜鹊呢，在月圆的时候团圆哈，希望看到的人呢都有欢喜圆满的一个意象。即马这水产会对稻仔成长一直到过年进前会出现无同款的风貌。美国学校表示会一直展示到3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